说得好，哎，教育官到哪里岳母在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好，等玉环把账写了，二爷请快来相连雷公子的爷本。好，雷公子的爷本大有心意，就义。起来，老娘最喜欢的就是这册译本，每次听了看了都不禁热血沸腾。今日养绝刘公子，好歹教会了我可分。八爷真要阅这册译本，要阅。鲤鱼郎的一句话：女怕死板，男怕译本。八爷，这册译本可不好阅，不好阅也要阅。教完关于你们都来阅。好阅，好，书。
我是一场喜闻之策。你看嘛，万事嫌我等太笨。哎，儿也不要多想，邻人虽为下居，可也并非人人可以为之。我倒以为，凡能藏喜、能藏好喜的邻人，便是天地格外钟爱、精心赏花之人。刘公子，你就再带着心儿教教我们吧。教我吧。宝儿一。你从房子那一拥，一枪老起观长空，中村不同配也，生死不屈一剑。
喜欢，今晚快向刘公子讨要。刘公子，刘大爷，刘组长，杀了我这一位吧！我来问你，以后还管七种，吝啬不忘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！有见到领证，需以礼相待。见到领证，我叫公子，我叫大爷，我叫先生。金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这便是英雄的情怀，林冲的豪气。小为这月月本，保佑一定就好。八爷，丞相，告辞。不要叫我宝二爷，叫我宝兄弟。刘香莲兄弟，江月儿兄弟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我送来公子，刘公子是我请来的，送也归我送。提着我内我人的手，去我的亲自送了吧。不，这伤不是痛，是快，痛快。刘公子，请，请。宝二爷，宝二哥，约翰也给嘴里忙着。听说约翰眼底从中人王府盗了出来，总让我也到处找你。我以为眼底寻到一处圈了，你去掌声，这着道理。多谢宝二哥，我送你张恩子，宝兄弟想得真周到，约翰兄弟与你照应，我便放心了。二位好兄弟，二位有请。